開售至今只有3個月，但係 Adidas Adizero Adios Pro 4咧已經有10幾款配色現身啦。咁香港方面啦，而家賣緊或者已經賣咗嘅已經有7款，再加埋柏林馬首爾碼嘅男女裝，最近喺網上曝光嘅湖水綠同埋沙漠色，以及多不勝數嘅 Y3 版本，加埋上個月渣打馬拉松嘅大力造勢，呢對鞋真係風頭一時無兩。咁佢嘅性能表現到底又點呢？首先簡介下 Pro 4嘅基本資料啦，佢嘅中底厚度啦，同埋前後高低差呢，其實都同 Pro 3係一樣嘅，分別都係33、39同埋6mm。重量方面呢，以男裝 US9 為例，Pro 4嘅重量呢就係200g，比上一代呢就輕咗23g。而我着嘅呢就係 US7號半，咁實測之後發覺呢就只係有182g。咁今次港鞋實測呢，就係由上年嘅12中開始啦。咁喺呢3個多月嘅時間裏邊呢，就合共跑咗大約接近110公里啦。咁由於呢段時間我就冇比賽嘅，咁所以實測呢多數係以 tempo 啊、interval 呢啲速度課練習為主嘅。咁就每一次嘅距離大約就係由200米到6公里不等。雖然我就冇着過 Pro 3啦，但我身邊有唔少朋友呢都係 Pro 3嘅用家嚟嘅，咁佢哋都不約而同咁認為啦，Pro 3絕對係一對快鞋嚟嘅。不過亦都不約而同咁指出啦，鞋圈前段呢個位呢就比較夾腳啊，同埋呢鞋尾內側呢個位呢就比較容易刮腳。咁今次實測Pro 4啦，咁由頭到尾呢，我都發覺唔到有異常嘅問題嘅。首先Pro 4嘅鞋身用料呢，就比較柔軟貼服好多嘅，就算你收緊咗個鞋帶啦，都唔會有Pro 3因為鞋身用料偏硬而對腳掌構成壓力嘅問題。咁另一方面啦，佢鞋尾內側嗰啲物料呢，就比Pro 3呢柔軟同埋平滑啲嘅。而且個墊位咧就更加立體同埋完整，咁就唔會刮傷皮膚啦。鞋身用料由硬變軟，會唔會影響個支撐度呢？咁Pro 4新增咗一個 Light Lock 系統，鞋籠左右咧就有一條連貫前後嘅脊骨嘅。咁鞋脷嘅邊緣咧就會同呢條脊骨咧縫埋一齊，所以只要收緊鞋帶咧，鞋身左右咧就會有力咁向內靠攏，形成支撐力㗎啦。仲要留意鞋帶區咧，佢係用咗圓形嘅輪廓嘅。咁比起傳統嘅直線剪裁咧，就會令到腳掌更加容易屈折啦。所以喺支撐、貼腳同埋舒適呢3方面咧，Pro 4都兼顧得到嘅。唯獨是Pro 4嘅鞋面嘅透氣度咧，就不及Pro 3。咁所以夏天着嘅時候咧，相信咧會比較容易焗出汗啦。除咗厚度一樣啦，Pro 4同Pro 3嘅中底組合咧，都係雙層 Lightstrike Pro 加埋內藏嘅 AirZWorks 2.0碳纖指骨。咁我就有朋友講過啦，Pro 3嘅中底咧就會稍稍偏硬，傾向易啲跑手專用嘅。咁所以我第一次着Pro 4嘅時候咧，我都擔心自己會唔會 carry 唔到呢對鞋咧。不過由落地嘅第一刻起啦，我已經覺得個底咧係好彈好軟嘅。實測至今啦，呢種感覺咧都保持一致嘅，緩震力量好高，而且 pacing 越快咧，回彈力咧亦都越強。咁相信品牌係喺今代嘅 Lightstrike Pro 嘅 TPEE 配方上咧做過啲調整，令到佢嘅緩震同埋回彈咧更趨平衡。咁就算唔係13級別嘅 Elite Runner 咧，我覺得都可以放膽一試嘅。咁我哋港鞋嘅四叔咧都着過呢對Pro 4咧參加今年渣馬嘅10K 賽事嘅，咁就聽下佢即管有咩講先。我覺得Pro 4跑10K 係嘥咗Pro 4嘅，即係Pro 4其實 suppose 應該係跑半馬嘅全馬噶嘛。不過因為我太耐冇跑嘅關係咧，所以我都着咗Pro 4嚟跑10K。咁我覺得以我冇乜點操練亦都停咗咁耐嚟講，Pro 4其實幫我都推到我嘅，即係其實落腳嗰陣時我都覺得係慳力嘅。咁所以我諗啲高手啊，即係的 Sir 嗰啲咧，跑半馬全馬完全冇問題啊。
雖然 Pro 3好似變得親民咗啦，但係冇犧牲到佢嘅戰鬥力嘅，反而呢，只要跑手用得啱呢，就可以將佢嘅戰鬥力解鎖噶啦。事關 Pro 4有另一個大改動，就係佢鞋頭嗰個上翹嘅起點啊，就由上一代位於鞋底長度大約70% 嘅位置呢，就今次呢就後移咗去60% 嗰個位，藉此呢就加大咗鞋頭嘅上翹角度，帶嚟更加強嘅 Walker Effect， 令到落地提腿嘅轉換動作呢就變得更加有效率啦。配合 Energy Wars 2.0 帶嚟嘅顯著前推作用呢，對 Post Method 嘅跑手嚟講呢就更加啱用啦。跑手只要放膽將身體向前傾，用盡鞋頭變斜咗嘅特性呢，pacing 呢就會不斷變快起上嚟噶啦。不過以我個人經驗嚟講呢，落斜嘅時候呢就要小心啲啦，小心易放難收啊！要數 Adidas 最強嘅全馬戰鬥鞋，首選當然係 Adizero Adios Pro Evo One 啦。不過品牌都講咗噶啦 ，Evo One 呢就唔算耐用嘅，咁 Pro 4呢正好補足咗呢個缺點。響過百公里實測之後啦 ，Light Traction 嘅外底呢，就睇嚟好似冇乜損傷咁。咁我就相信呢，再跑100甚至乎200公里呢都唔成問題嘅。至於沿用多年嘅 Continental 物料，點解今次就只係響前掌嗰度用咗細塊呢？咁台灣嘅高手捷銳前輩呢，就認為同制動有關嘅。咁詳情大家可以去佢嘅頻道嗰度睇睇啦。喺芸芸配飾之中，你又最中意邊一款呢？我呢就最中意係今年初銀紅色嘅雙根版本啦，因為會即時諗起鹹蛋超人 Ultraman 啊！如果暗夜秀明嘅真人電影版可以加開續集，真係想睇下 Ultraman 着住Pro 4會變得有幾快啊！香港方面啦 ，Adidas Hong Kong 報料呢款配飾呢，好快就會接棒上架噶啦。未入手嘅跑友呢，可以多加留意。順帶一提啦，我所試嘅尺寸呢，就 True Size 就 OK 啦。但係有唔少朋友都反映，可能要着改大半號。咁有心入手嘅朋友呢，最好都係去門市好好咁試啱個尺寸佢啦。